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文说意。好朋友一处二牛三虎四兔，12生肖甲摆起来，咱拢知影讲，毋但台湾有俗语，另外讲到这款动物，咱来嘛会铺出固定的形象。你讲一处游东行，厝咧扫就是足紧的。讲二牛驶咧兄，有啦无毋对。讲到牛就是真肯做人讲台湾的水牛。过来若讲到虎咧，今日咱来欢喜讲虎。讲到虎，头一种印象就是骁勇善战，你讲看有影？啊，毋则布袋戏内底定定咧讲一句，讲老爸若勇，后生佫较勇。确实啦，有影有糖啦。人讲龙生龙子，虎生百儿啦。李靖都咧勇啊，托塔天王。因后生李老车有才调大闹东海，你甲想？你甲想真正囝比老爸较敖，安尼叫做龙生龙子，虎生百儿。当然，即句话咧讲学了应用真会通哦。毋过国情细汉袂晓听，我想讲吼，奇怪，龙都生龙子无毋对哩，啊那虎生百儿，虎哪会去生百？毋是啦，就是讲虎生出来的囝吼，亲像百遮尔啊勇就对啊啦。当然啦，啊你若听宪法的专家，也是台语的专家，李鸿禧教授咧演讲，伊毋是讲即句啦。伊另外讲一句甲蛇有关系的俗语啦，讲迄落蛇生迄落卵，迄落种汤袂长，即句嘛介好笑呢。啊，过来讲着好，国情头拄仔咧讲，当然咯，看起来骁勇善战的人，汉草就四丈咯，汉草就好咯，就真会刣真会拼咯，看着你就感觉会寒咯。所以布袋戏另外搁一句讲虎头燕颔，你讲国情啊，即句我知，下骹搁接一个半句的讲做百眼熊腰，无毋对。毋过我去变呢。我去编台日大书店才发觉讲，原来虎头燕颔毋是亲像国情头拄仔伫咧讲的讲汉草真四丈，毋是。搁另外一个解说，就是讲即个人有富贵相。哦，原来较早咧形容虎头燕颔，搁有即个意思，无毋对。啊，讲到虎，咱嘛知影讲，家家户户眼内会浮出甲虎有牵连的神尊，就是虎爷。对，民间咧尊称虎爷，国情找到真侪资料。有人称呼虎爷，这嘛是一种尊敬。毋过另外，原来有人称呼讲，这叫做虎将公。啊，另外嘛有人讲这叫做虎圣王。总是无论安怎样尊称，一项的期待，就是祈祷众仙众神来保庇。虎年有风无胎，有雨无灾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啊！